各位香港嘅業主，講到全屋訂製最難嘅係咩？冇錯，就係空間極限挑戰。今日帶大家睇下呢個現代風4到5人單位設計案例，點樣將每一寸空間用到盡，慳到位。一入門口，明明係食飯位，但呢個餐邊櫃一櫃就包辦咗玄關功能。左邊有掛鈎，俾你除低件褸，仲有換鞋燈，輕鬆換鞋。長虹玻璃櫃門帶輕奢藝術感。嚟到客廳，電視櫃上下分層，中間搭埋木飾面同雲石紋背板，再加埋嗰條 LED 暗藏燈帶，夜晚開住嘅氣氛即時出晒嚟。廳間房上面係舒適嘅睡床，瞓覺唔怕局促，床下電腦台採光足到爆，旁邊一個到頂大衣櫃，衫褲、書本、雜物全部有晒歸宿。跟住到主人房，胡桃木色到頂衣櫃。個收納量直頭係黑洞級，衣櫃延伸梳妝台，一櫃多用。另一邊係收納強勁嘅地台床，平時換季衫、行李箱全部塞入去，勁慳位。最後嚟到兒童房，呢間房小朋友見到一定開心到跳起。配色用咗好 warm 嘅奶黃色同淺木色，上層床仔有大量安全透氣設計，下層趟門。衣櫃、玩具、衫褲全部一夜收晒，旁邊書台組合櫃，窿窿板掛 filer 擺文具、放模型都得。講真，香港裝修實用永遠係王道。呢個單位完美演繹，每個空間都用到盡，而且網絡完全唔逼夾，仲有現代風嘅高級感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個實用又好睇嘅現代風設計，直接 PM 我哋，俾個報價你做參考喎，絕對有驚喜喎。